Hello 小朋友，我係 Connor 老師啊，今日一齊嚟講故仔啊！今日講嘅故仔係12生肖大比賽。小朋友啊，你知唔知咩係12生肖呢？原來12生肖代表12隻動物㗎喎。你知唔知12生肖有啲咩動物啊？咦，望下下面張圖，你識講邊一隻動物嘅中文名呢？我見到有雞，我見到有兔仔，我見到有老鼠，你哋揾唔揾到呢？你知唔知道12嘅生肖順序係點樣決定㗎？而家就等我哋嚟聽下12生肖嘅故事啦。喺好耐好耐以前，當時嘅每一年都好平凡咁過，而且當時都冇記認年份嘅方法。有一位神仙，佢個名叫玉皇大帝，佢就一直諗啊諗啊諗，我哋要揾一個方法嚟記認年份咯。突然，叮！佢有辦法啦！佢諗到我哋可以揾12隻動物嚟作為年代表。佢就即刻叫土地公公過嚟啦。土地公公，佢就同土地講啦：土地，我打算舉行一個比賽，揀出每年嘅代表動物啊！你可唔可以幫我通知世界上嘅所有動物嚟參賽啊？土地公公就話：哈哈，冇問題。然後咧，土地公公咧就飛往全世界度，然後就同所有嘅動物，包括大象啊、獅子啊、烏龜啊、鱷魚啊等等，就話啦：各位動物，玉皇大帝將舉行過河比賽，嚟揀出每年嘅代表動物，有興趣嘅就嚟參加啦！當時咧，老鼠同貓貓咧係一對好朋友，佢哋就話啦：喵，我哋一齊去參加渡河比賽啦！老鼠就話：吱吱，好啊！但係貓貓有個擔心嘅位啊，老鼠，你嗰日可唔可以叫我出門口，叫我起身啊？原來貓貓好鍾意瞓懶覺噶，所以佢擔心嗰日會遲到。而老鼠話：吱吱，冇問題啊！但係去到比賽當日，望下個天仲未光，老鼠就靜雞雞出發咗啦，而留低貓貓喺度瞓覺。咁最後貓貓有冇參加比賽啊？老鼠去到比賽場地嘅時候，佢哋好多動物都集齊晒喺嗰度啊！小朋友，你見到啲咩動物喺嗰度呢？好啦，然後土地公公就喺度準備倒數，準備開始比賽啦喎！你同我一齊數好唔好啊？好啦，準備1、2、3，開始比賽！然後所有動物就跑呀跑呀跑呀跑啊！哇！老鼠咧跑得好快啊，但係佢去到河邊嘅時候，個河水太深啦，而佢又唔識游水喎，佢過唔到條河啊！佢就諗緊，吱吱點算好啊？啱啱好咧，有隻小動物要過河喎，嗰隻咩嚟㗎？係啊，隻牛要過河啊！老鼠就話：牛大哥，你可唔可以俾我騎上呢個背脊度過河啊？牛大哥就話：好啊，冇問題啊，騎上嚟啦你！咻！然後老鼠就騎咗喺牛大哥個背度，然後就準備游過去咯噃，游啊游，游啊游。牛大哥就要提醒小老鼠，你要坐穩啊，跌咗落水度你會浸親㗎。然後佢哋終於去到終點線啦，但係去到終點線嘅時候，老鼠就好大力一跳，就自己一個跳過咗終點線先，然後留咗牛大哥喺個水裏面，所以最後咧，老鼠咧就拎到第一名，而牛咧就拎咗第2名啦。喺呢個比賽裏面，第3名咧就係一隻好威猛嘅老虎啊！老虎跑得好快，但係佢唔識游水啊！佢係咁浸親，然後慢慢地去到終點線。最後老虎拎到第3名，而第4名咧係呢隻動物，呢隻係咩嚟㗎？
冇錯啦，係兔仔啊！雖然佢唔識游水，但係佢好聰明啊！佢見到河上面有啲石頭，佢就跳石頭過河啦。所以兔仔拎咗第4名。咦？呢個時候玉皇大帝就覺得奇怪啦。點解識飛嘅龍仲未到嘅呢？然後呢個時候識飛嘅龍就慢慢到啦。咦？龍，點解你咁遲先到啊？原來龍喺起跑嘅時候就發現有村莊起火，所以咧就攞水去救村莊啊。所以咧龍咧就係得到第5名。然後第6名唔知係邊個咧？係咪佢啊？呢隻咩嚟㗎？係啦，馬咧就準備衝過終點啦，但係突然間有條蛇出咗嚟啊！原來隻馬嚇親啊，然後條蛇就趁住呢個空位咧就摔咗上去啦，所以蛇咧就變咗第6名，而馬咧就拎咗第7名。我哋一齊睇下之後仲有啲咩動物咧？之後呢3隻動物係咩？有馬騮、有雞同埋羊，但係羊啦、雞啦同埋馬騮仔都唔識游水啊！佢哋都好苦惱，好似老鼠咁啊！佢都冇牛大哥可以孭佢哋過去，咁點算啊？突然間，喺河側邊飄嚟一塊木板啊！而山羊見到就話：喂，我哋一齊上塊木板啊！最後咧，佢哋3隻動物一齊過河，而馬騮仔咧就一直幫佢哋控制木板嘅方向。所以咧，第8名咧係發現木板嘅羊，而第9名咧係幫木板控制方向嘅馬騮，而第10名咧就係雞啦。然後咧下一個動物，你估下係邊個？聽佢把聲先。冇錯啦，係汪汪狗啊！但係佢太鍾意玩水啦，佢淨係掛住游水，唔記得咗比賽啊！所以佢玩到好開心之後先記得自己係參加緊比賽噶噃。所以最後狗就做咗第11位，倒數第2名啦。而最後一名係邊個呢？係咪獅子、長頸鹿定大象啊？我哋嚟睇下。咦？呢隻咩嚟㗎？佢點解喺度食緊嘢嘅？而豬咧出發之後就一直喺度食嘢，仲瞓咗個晏覺添啊！然後佢起身之後咧就慢慢地去到終點線啦。豬呢個時候就變咗第12名，最後1名啦。12生肖就係咁樣嚟㗎啦。比賽結束啦。玉皇大帝揀咗12隻動物，小朋友你記唔記得佢哋嘅順序呢？首先第一個係老鼠、鼠、牛、虎、兔、龍、蛇、馬、羊、猴、雞、狗、豬。豬要起身啦，唔好繼續瞓啦。當小朋友啊，你記唔記得隻貓仔啊？冇錯啊！當老鼠好開心拎個第1名獎牌返去嘅時候，貓先啱啱瞓醒咋。然後睇下隻貓，佢做咩啊？係啊，佢好嬲啊！從此咧，貓同老鼠就唔再係朋友啦。好啦，呢個故事就去到呢度啦，希望你哋都鍾意12生肖嘅故事啦。好啦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